是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以上，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人人都可以得救”。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献上感谢。此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来自于那丰盛的恩典。求主你亲自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一次在上个月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第1章，那时刻到最后，我有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去想一想你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故事。在你经历过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转变的这个故事，那么你预备好了吗？你想好了吗？如果你想好了，你预备好了，那么今年你要与多少人一起来分享你经历耶稣的生命故事？你预备要跟多少人来分享呢？在今天的经文第20节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而舍。”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故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那么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跟人家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去遇到一些问题，也是如今我们要去思考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所会面对的问题。保罗在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3年之后，才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拜访这些教会以及彼得、雅各。经过了14年之后，他再一次的与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然而这一次，保罗所面对的问题是要讨论外邦人加入基督的教会是否要接受割礼的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将安提阿教会所要周济耶路撒冷的贫穷信徒的奉献，把它带过去。然而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保罗带着巴拿巴与提多，因为巴拿巴在调和外邦人教会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有很大的帮助。带着提多是为了让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去了解外邦人进入教会是有所帮助的，以及有所益处的。那么提多，他是一位希腊的基督徒，他接受福音，他就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中心。他接受了之后，他就开始参与在保罗的服事里面。然而在这个争议点就是受割礼，保罗不同意提多去接受割礼，也就因为割礼的问题引起了犹太人给他所施的压力。因为有一群犹太人认为，即使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人就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个背后的意义和影响就是，上帝绝对不会把得救的恩典给外邦人。那么这一群坚守着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先接受割礼，也就是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一样的人，
然后割礼是成为得救的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是保罗最无法接受的。很明显的，在加拉太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人要进来传播，要得救就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信息。保罗在这边表明，他为了保存福音的纯正的真理，他绝对不会在这个信息上面来让步。保罗更强调，他自己在外邦人中担负起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就像彼得在犹太人中传递福音的这个责任一样。所以在经文第2章的这个整个经文里面，保罗连续的去提到那些有名望的人，是在说明，也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已经有阶级的情形发生了。这些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当有一群人在扰乱外邦人教会的时候，到处说使徒保罗他没有从耶路撒冷那边去得到权柄，去强调他们所重视有关得救必须的条件。但是保罗再一次的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说明，自己作为使徒不是来自于耶路撒冷教会所赋予他的权利，而是他作为使徒是来自于复活的主所给他的权利。因此，人外在的高地位的高低，在上帝的眼中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保罗就在地位显赫、崇高的耶路撒冷这些领袖的面前，提出了自己在外邦的传道的事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这里面，他与雅各、彼得、约翰这3位领袖，他们同意了保罗在他的宣教的事工，并且在经文中，保罗跟巴拿巴也与他们握手。这3位就接纳他们成为传福音的同工，并且同意了他的2条的宣教的工作的路线。第一是保罗继续往外邦人的中间去传扬福音；第2个是他们留在受割礼的犹太人中间来传福音。保罗与他们这些重要的决议，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在向外邦人宣教的事工上，不必再去遵行必须受割礼的这一件事，也就是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要纪念在犹太人中间的穷人。因此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期待的得到一个保证，就是让外邦的基督徒也能够记得这个重要的教导。保罗完全同意这件事，因为周济贫困的信徒就是落实信仰的见证，尤其是周济的事工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的，如今更是外邦教会的责任，一直到现在，更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与在这个世界上每一间教会的责任。因此，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祝福之后，他就开始向外来传扬福音。然而，传福音会面对的挑战，福音因着保罗向外邦人传扬，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才能领受到这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在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保罗在传福音给外邦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有一群固守着传统的、坚持一定要这样做的犹太人。这一群人认为得救就要先成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方法就是接受割礼。这是保罗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他的挑战。因此，在那个时刻就出现了上帝的拯救要有条件。保罗为此不断的在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们一起在讨论，
争取着外邦人信主的权利。如果说犹太人是一群老的信徒的话，那么作为外邦人这一群新进来的信徒，在进入教会、融入团契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各位弟兄姐妹，那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所面临到传福音的挑战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教会一年会有多少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吗？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每个礼拜在欢迎新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一年统计下来有多少人吗？牧师找了去年和前年的数据，2013年我们有148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2014年有143位。那么牧师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有多少人留下来继续与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继续参加团契吗？2013年有19位，2014年有14位。那么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只有大概10% 的人留下来了，那么90% 没有留下来的人，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的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有习惯的沟通的方式，我们有习惯的沟通的语言，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有习惯坐的座位。教会在规划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少去考虑到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是未信的弟兄姐妹，是否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落入那一种必须先和我们成为一样的人，你进来要先做这个，要先做那个，然后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呢？保罗在今天告诉我们，保罗他尽力在打破这种内在的框架，所以因着保罗他打破了这个框架，才使外邦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此享受到上帝的恩典。同样的，我们也必须去学习打破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或者各个教会当中的这种框架。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我们教会的周报，我们在主日里面，我们也在满足不同需要的人。在第2场礼拜的时刻，我们在地下室接待了恩友，我们在第2场礼拜的时刻，我们在6楼、在5楼、在7楼，我们接待了青少年等等的这些，那么足够了吗？如果我们没有打破这个框架，我们要说我们要领人归主，甚至是回应总会在今年的宣教150周年的101的这样的一个宣教事工，我想我们要让人信主，永远只是说说而已，想想而已。所以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体认到这样的时刻，我们在我们宣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救主的这个时刻，我们就要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根据《使徒行传》第15章的记载，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开的那个会议里面，他们针对外邦人加入教会，他们有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除了不需要遵守割礼之外，他们其实还有4项的要求。第一个是不可吃祭拜过偶像的以及不洁的食物。第二个是不可有淫乱的行为。第三，不可吃勒死牲畜和血。最后一个要再加上周济穷人。这4项要求，这4项要求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这些使徒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实际的来到外邦人教会里面，那么长久以来，
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这种偏见就出现了。在他们心中，他们会这样想：真的要和这些他们认为不洁的人一起吃饭，他们心中的感受其实不是很好的。所以，当彼得他来到安提阿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保罗认为非常严重的错误。原本彼得与外邦信徒一同享用爱宴的时刻，一开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雅各从耶路撒冷派遣使者到达安提阿教会之后，彼得就退缩了，甚至不敢再与他们一起吃饭。彼得的态度影响了周遭犹太人的态度，甚至连巴拿巴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都一同退缩了。对于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其实是一件非常受伤的事情。所以保罗看这件事以后，就指出彼得他是一位犹太人，但是他的生活像外邦人，不像犹太人。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所以保罗在向加拉太教会所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也就是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称义代表着我们被上帝的形象形成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心，我们得以连结在基督的身体上。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恢复起初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面貌形象，以及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称义是借着信心来产生的，称义被上帝称为义，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去回应以及投入。从因信称义出发，保罗连续的在经文当中提到，我们不应该因法律的行为被称为义，也就是因着别人或者是上帝在看，导致我们做出一个好的行为。也就是说，可能你有一些宗教的行为是代表好的。如果我们做事只是为了去取悦别人，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要不乐意去做。也就是说，先后顺序要正确。我们是因为信基督，体会到他的恩典，然后自然而然的行出好的行为。我们是因为信基督，体会到他的恩典，然后自然而然的行出好的行为。因此保罗在这边再一次的要我们认知，他直接的说出我们的身份，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罪人。保罗接受罪人的称呼，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个罪人。我们不能借着加倍努力要成为一个好人，而掩盖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那么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高潮。当我们认知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味着也代表着结束自己自我满足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是将自己献上给上帝。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他这边接受，每天接受那个无条件给予我们的礼物，从这个礼物，也就是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活出一个真正的自由。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要与人一起来分享。我们除了努力从信仰的意涵里面来理解外，我们要看见教会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努力的去照顾关心一些弱势的族群。因为我们要确信的是，人人都可以得救，
然而，要如何看见这些弱势的人呢？其实，有些人他们是在经济上的弱势，有些人是在身体上的弱势，也有的人是心灵上的弱势，人际关系上的弱势，与上帝关系上的弱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然而保罗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的目标，因为信仰是需要被实践出来的。关怀周遭软弱的肢体，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其实早已临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很自然的去学习分享。只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太过于重视要积聚在地上财宝的这种观念，以至于对软弱的弱势的族群宣教的事工的关心非常有限。不过，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要求，他要外邦人的教会也要借此可以做信仰的实践，共同负担耶稣基督所交付的使命。彼得的软弱，也带出其他犹太人，甚至巴拿巴的软弱。其实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然而在接纳外邦人的事情上，他们却跌倒了。有更多的时刻，我们不是也是如此吗？我们担心别人的眼光，担心自己不被信仰群体所接受，结果做出向后退的决定，反而是让更多的人受到了伤害。我们想一想，如果是基督，他会怎么做？如果是基督，他会是怎么做的呢？保罗邀请我们回到自己的身份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借着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得以因信被称为义。所以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去要求别人因要借着因法律称义，然后自己不去这么做呢？保罗对彼得的指责也在挑战着我们：你是否愿意真的踏出你的脚步，与软弱的人站在一起呢？有位挪威的戏剧家、戏剧作家，他提到一个在精神病院中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叫皮尔金的人，去到一间精神病院，他很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人看起来像是有问题的人。他们的说话说起来合情合理，他们每个人都很详细地谈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计划。所以当皮尔金向医生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医生这样回应他：医生说，他们确实是发疯了，他们的谈话合情合理，但是他们只谈自己，任何时间他们都无法离开对自己的关注。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到很大的捆绑也在于此。我们都只关心着自己的需要，考量着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活在好像是在一个监狱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去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勇敢地走出去，去为上帝而活。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的身上都有耶稣基督所赐给的恩典。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因此牧师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耶稣的生命的故事，让我们透过这些生命的故事，
透过看见新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透过你看见周遭人他们的需要，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关怀着每一个人。今年在牧养系统里面，特别邀请区长、小组长来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就是不只是关怀着你们的需要，也关心着你们家庭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关怀，为的是让家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那么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信仰的反省，我们要反省的是，当一位新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那么我们可以如何体贴他们的需要来做改变呢？另外一个是，到底什么样的人他算是弱势的族群？我们要如何付出实际的行动来关怀他们呢？我想重点是我们彼此关怀，看见有需要的，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他们。因为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你将这样的恩典与他一起分享，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再一次记得，人人都可以得救，人人都可以得救。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那奇妙、丰盛、数不尽的恩典。我们不需要透过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领受到你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只要单单将我们生命所经历的与其他人来分享，我们就能够将你的爱传扬出去，使人可以得救。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去思想他们经历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故事，然后将这个故事与人分享，使人人都可以得救。愿主你帮助，也愿主耶稣你新的诫命继续来教导我们。所以此时我们要用主耶稣你新的诫命来回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